画面上这台纯白驱动版小绿车，市价大约780万。上午才由着车厢开到大台南宁夏宝殿武良宫的庙前来亮相。这是今年大湾天公庙武良宫准备伫农历春节期间举办的竞杯比赛的上大奖——驱动版小绿车。定在农历的正月初一，播到农历的正月12，中昼12点。凡是等这个有3杯，就进入准决赛安尼。一张券比赛办法一张券500块，会当博2摆，有分 A 卷甲 B 卷，一张券博2摆。当然啦，这个满3杯，咱拢有这个录影为证的现场录影为证。到农历正月12，在礼拜日中昼12点的截止啊。进入准决赛的人，就是礼拜，有哪共款出卷咱袂讲以看卷为准，按住2点开始 PK， 所以第一关杯就会当人钓到咱这台托克达驱动版的。为伫影控大湾宁夏宝殿天公庙武良宫，每年春节期间拢会推出文化季的活动。今年除了驱动版小绿车的 PK 竞杯比赛，每一张参赛券500块，都有2届的博杯机会。另外，还佫有博发财金。大湾宁夏宝殿欢迎民众伫新春假期做伙来武良宫行春看热闹。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